今日帶大家返咗嚟龍華呢邊，去試一間特色嘅精油 SPA。呢間 SPA 其實之前都去過一次，不過上次因為去到嘅時候太早啦，仲未有美容師返工，咁要等1個鐘頭後先至有，所以就留返有機會先再出發。今日啱啱完成晒手頭上所有嘅工作啊，見個時間尚可以喎，咁特登過嚟試下。大家好，又係我桑拿仔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老規矩，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個啷啷。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拍片最大嘅動力。另外，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先。本片純屬係我親身體驗後嘅真實分享，只供參考，唔構成任何建議或宣傳，請大家自行判斷。如果過嚟龍華呢一邊呢，我建議都係由西九龍搭高鐵會方便啲，因為過嚟呢度嘅時間只需要15分鐘。依家有高鐵真係好方便。講下，我已經到咗深圳北站。出咗高鐵站之後，我就搭的士去。B 區嘅的士站呢，就喺正隔離嘅啫。一出閘之後呢，轉右就已經到噶啦。咁出發之前，我哋都去醫一醫個肚先。聽人講話呢間醉鵝好正，性價比又高。咁仲要咁啱喺正我哋要去嘅地方嘅隔離。咁入到去個裝修呢，有幾地道，即係比較舊啦。有個大招牌仲寫住想長壽就食鵝肉，想健康就飲鵝湯。不過呢度個冷氣真係唔係好掂，所以如果係好怕熱嘅話呢，就要諗諗啦。咁睇下有咩食啦。其實都冇得選擇噶啦，係嚟到呢都係要試下呢個鵝煲。哇，呢鍋嘢都好多鵝肉喎，又真係唔錯喎，炆得好入味，同埋唔韌啊。如果炆得唔夠腍嘅話，好容易呢會咬落去黐牙。不過個辣度我就揀錯咗啦，因為微辣就真係唔係好辣啊。如果再辣多少少咧，會更加惹味。咁啲鵝肉咧啖啖肉嘅，咬落去真係好鬼正。咁呢餐就食咗160蚊。呢個份量其實係夠2個人食嘅。除咗個場咧麻麻地之外，食物嘅整體質素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食飽我諗住行噶啦，點知就出到門口先見到落狗屎喎。哇，真係好大雨啊！跟住我都 call 咗好耐車先至有，咁我哋好快已經到咗啦。咁呢度呢都算係龍華嘅核心地帶。呢度前面有幾間附近嘅水會啦，之前我都介紹過。咁有興趣呢，自己可以睇翻會員頻道嘅舊片。咁今日我哋要去嘅地方就係呢間尋君宮啦。呢度有部電梯直接上4樓，出 lift 之後就轉左就已經到噶啦。咁你會見到有個大大嘅招牌寫住尋君宮足道 SPA。咁入到去，老闆娘就招呼我入房。未入房之前呢，見到有位外形唔錯嘅美容師行過。咁老闆娘就話一陣間呢就係由佢負責幫你做理療噶啦。之後我就入房換衫。房嘅另一邊呢就係沖涼房。熱水呢就好夠熱嘅，不過水壓就普通。沖完涼之後，老闆娘就問我想揀咩嘅制服。原來呢度係有換裝服務嘅。咁差唔多有成10套唔同款式嘅制服俾客人選擇。咁有中式啦，有比較甜美嘅，亦都有其他嘅風格。咁真係睇到我都眼都花埋啊！咁原來有陣時呢，咁多選擇都唔係好事嚟嘅。最後我自己都揀唔到，索性叫美容師幫我揀。問佢覺得自己着邊一套呢就最好睇最襯。佢諗咗一諗，最後揀咗呢套中式旗袍。着上身之後呢，整體嘅感覺都幾斯文同埋幾養眼。咁美容師着住呢套中式旗袍啦，身形比例襯到啱啱好嘅，睇起嚟呢確實係幾養眼。咁佢係廣西人啦，編號係16號，今年先啱啱22歲，識聽同埋識講廣東話，所以成個過程溝通係完全冇障礙嘅，傾偈傾起嚟呢都好自然。一開始佢先幫我按背脊啦，估唔到人咁瘦啦，力度竟然夠晒喎。你很瘦啊，你有幾多公斤啊？82公斤。82斤。82斤，不是82公斤。力度可以嗎？可以。而且唔係亂撳嘅，真係準確到咧按到啲酸爽同埋繃緊嘅位置，按落去咧又明顯咧有啲酸痛嘅感覺。過程中咧佢表現得好仔細、好細心嘅。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是16號。16號。對。咁連細微嘅地方咧都有照顧到，服務態度係非常認真。那你個手法是在哪裡學的？我的手法嗎？對，自己學的嗎？沒有，培訓過的。培訓過的。對。那麼好，怪不得這個手法讓我舒服。咁當熱身完成咗之後啦，就開始正式進入放鬆嘅環節。美容師幫我調整好個位置先，咁用個指腹啦，同埋適當嘅力度啦，喺背脊同埋側腰度啦，慢慢咁游走。不過呢個部分嘅手法呢，我個人覺得就一般啦，感覺唔算好特別嘅，好突出嘅。
咁啊做完背部之後就轉身，轉去做推油啦，同埋更貼近嘅放鬆動作。全程美容師咧都非常專業同埋有分寸嘅。你這個按摩那麼好，那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很幸福嗎？没有男朋友。沒有男朋友啊？只有前男友。啊，你多大了？你覺得我像多大了呀？我看你很小啊，有22嗎？有了。有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啊，我蠻準的。我看着蠻準，對嗎？是啊，說明你眼光好。我又好奇問下，美容師中意邊一類型嘅男生？都喜歡，是個男的都喜歡。對嗎？是男的喜歡，那麼好。對呀。一直維持住美容 SPA 嘅標準啊，記得係標準。我之後咧都好好奇問下啦，咁平時咧係咪好多客人咧都會做呢一個基礎嘅精油護理項目㗎？咁美容師就話，如果想體驗更加長時間啦、更進階、更加高級嘅全身深層服務啦，或者全面嘅水療護理啦，其實係另有一個套餐咧可以升級嘅。咁啊，我覺得咧升級呢個套餐咧價錢就偏貴，所以決定維持翻原本呢個項目算數啦，冇再繼續追問落去項目嘅細節。咁之後美容師就開始落油，但係最搞笑嘅地方係，我嗰陣時咧原來咧仲着住全新嘅衣服㗎喎。諗翻落嗰陣時個畫面咧都幾搞笑幾奇幻喎。咁坦白講，第一次試呢一種精油推油嘅理療項目啦，咁我心入邊咧其實都驚到有啲流汗㗎，仲有心跳加速嘅感覺，因為兩個人貼得幾近啊，加上對方啦又咁後生，現場成個氣氛咧就真係開始緊張同埋尷尬啦。咁到咗嗰一刻咧，我成個人完全硬晒太啊！不過話分兩頭，美容師手勢咧都算中規中矩嘅，全程都守得幾穩嘅，維持住美容 SPA 應有嘅標準風格。咁呢一 part 咧都按咗幾耐下。咁以呢一個價錢同呢一個風格嚟講啦，咁呢種個人又爽又驚啦，想放鬆但係又極度繃緊嘅初次體驗啦，對我嚟講真係幾新鮮喎。事後諗翻起咧，都覺得係一次幾奇妙同埋幾搞笑嘅經歷啊！咁最後總結一下啦。今次美容師嘅收費咧就係600零蚊，美容師嘅外形同溝通咧真係唔錯嘅，22歲啦，識講廣東話嘅廣西妹妹，按摩嘅力度準確，態度又認真。不過呢度嘅整體服務風格咧就相對專業同保守啦，主要都係以基礎精油放鬆嘅為主啦。如果想體驗更長時數啦，或者更進級嘅高階套餐啦，就要另外加收費啦。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有呢種咧旗袍換裝嘅體驗啦，員工年輕啦，溝通完全冇難度嘅特色美容 SPA 啦，可以自己上網搜集下資料過嚟體驗一下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記得幫手點讚同埋訂閱啦，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大家又有冇啲乜嘢嘅內容想睇啦？又或者有冇啲邊啲地方啦，想幫你哋去探下路？歡迎喺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期再見。